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1年的1月2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2篇第5节到12节，耶利米书第19章第1节到15节，启示录18章11节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困境中的平安。今仔日的耶利米的经文19章咧讲到迄个时阵的境况，其实甲咱今仔日咧所拄着的是有类似的所在。当然，过去咧记载的情形是无共款吼，所面对的困境是非常困难的。咱有讲到所面对的困境呢，是人无法度解决的。当然，伫耶利米的背景是因为人得罪上帝，离开上帝。伫今日的经文内底，咱有看到讲，即个尸体无通带去互鸟仔食去，即个吼。当然，先知所传的信息是非常，咱即马感觉非常恐怖吼。但是，却是一个真清楚的提醒甲教示吼。其实咱现在面对的疫情来讲，就是讲，亲像中国武汉制造这个人工的病毒，因隐瞒这个疫情来致到讲全世界拢陷落伫这个足大的这个灾难的中间。当然，咱即马无有即种像圣经所记载这个食厝边的人的肉吼。但是咱知影，最近伫中国的河北，这个赵家庄的一位男士吼，去互关伫咧厝里了3-4天了，伊感觉腹肚足枵，无物件通袂当出去啦吼。所以伊就是甲厝里咧养饲一只价值超过1万块台币的这个金龙鱼吼，摕来食啦吼。伫咧暗暝仔吼，阮若当大楼的人吼，着拢伫遐做伙咧话咧应声吼，讲吼我要食饭安尼啦吼。是毋是咱有看见一的国家、一的所在，因为死亡的人数伤济，比如讲德国有足济人伫即个火葬场伫遐排队无通去烧，也有一的所在就尸体摆伫咧涂骹无法度台吼，拢伫咧外口安尼吼。最近伫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专家调查特别一个小组，因公开宣称疫情的现状是因为中国伫2020年因安尼真故意来隐瞒这个疫情，来致到全球拢沦陷。即目前全世界即个确诊的人数小目来到9600万的人吼，死亡的人数也突破200万吼。若是加上即种非洲统计袂介准确，佮中国真故意来隐瞒的即个情形的内面，事实上全世界确诊确定即个染病的人数早就突破1亿啦吼。全球即马78亿外的人口，安尼占1亿外吼，会通讲是即个灾难是世纪的大灾难，实在是一点都无超过吼。各国拢真期待伫今年开始注射即个疫苗了后，会当带来一点仔的望啦吼。面对疫情，当然有几项代志通好做，比如讲咱咧讲自我的即个防护即个工作吼，非常重要。伫喙暗啦、洗手啦、消毒啦、减少出入公共场所等等的啦吼。注射疫苗的涵盖率达到若准讲全部的人70% 以上吼，拢有注射了后，才会当有即种的效果出来。但是疫苗嘛，毋是万灵丹的吼，
是讲，毋是讲你注射就拢袂着病啦，意思啊吼。虽然是安尼，对基督徒来讲，咱还佫有一个愿望，就是我靠上帝的保守、迅速的平安啦吼。咱讲撒旦有伊的计划，借着人的歹心，借着人做毋对代志，好那亲像讲，前无偌久，台湾掠着一个台湾的厂商，进口即个中国工业用的即个喙罨来假做台湾的医疗喙罨，来大趁钱吼。进中国即个无通过3期的即个试验的即个疫苗，卖到南美、卖到非洲，造成一寡问题吼。甚至专门包即个检验的即个医疗的公司，伫未检验完成，就对外宣称讲拢总无代志安尼吼。即种无良心的趁钱方式，造成即马的疫情，真正是失控啦吼。这若亲像伫启示录18章的经文所咧甲咱讲，末后会经常共款，撒旦会趁即个乱，来做一寡代志来趁伊的利益，制造混乱。到尾只有上帝才是咱的倚靠，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咱最后的愿望。也是咱困境中间唯一的愿望，唯一的平安来源啦吼。现在基督徒的困境，除了咱讲传福音的工作以外，咱也要面对的是啥物诶？无有礼拜堂的教会吼，礼拜各自面对即个染疫的即个威胁生活吼。即几工咱看到讲台湾即个卫福部即个桃园病院或者医生护士染病的代志，侪人咧问讲，医生护士家己嘛会着病哦。其实第一线的人员吼，才是真正包围伫迄个困难病困的中间啦吼，是上有危险的环境，上需要咱支持的一群人。一项代志会当确信的是，无有人愿望家己会当染病，会去染病安尼啦吼。如果染着病，也是讲一般的即个病症，咱拢需要医护人员的帮衬甲协助，敢毋是安尼？所以咱袂记哩讲，医护人员嘛是人。当因咧面对即个真危险的困境的中间，伊甲咱共款，真愿望会通得到平安啦吼。所以即个时阵，牧师会提醒是讲，咱真正爱彼此来支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特别是咧面对即个共同的困境的中间，咱更较需要对上帝遐来的平安。愿主的平安甲咱三个伫地。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2篇5到12节，耶利米书19章1到15节，启示录18章11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困境中的平安。今天在耶利米书19章的经文所描述的景况，跟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当然有一些不同了哈。那在描述的内容上面是有一些不同哈。那所面对的困境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哈。甚至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是比较血腥的哈，说尸体没有地方埋葬，有野鸟来吃哈。那先知所传递的讯息其实是非常恐怖但是呢，却也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提醒。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疫情，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在武汉制造的人工病毒隐匿了这个疫情，然后导致全球都陷落在极大的灾难当中。最近呢，就有这个
新闻记者公布了在2020年1月的时候所拍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隐匿的情况啊。那经文里面有记载说有吃邻居的肉的啊，当然现在没有这种事情。可是呢，在中国的河北石家庄最近封城封大楼，大家都不能出去买东西。这个情况之下，经过了4天，有一位男士因为肚子饿的关系，然后就把家中饲养了一条价值超过10000元台币的这个金龙鱼杀来吃啊。那在夜晚的时候呢，在河北的大楼群聚的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居民就一起在那边喊我要吃饭了哈。甚至我们还看到很多的地方国家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太多了，所以来不及火化哈，像在德国听说他们那个火葬场都排队了哈。那有一些国家甚至是个死人的尸体就摆在地上，这样无法下葬哈。那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很类似今天的耶利米19章所说的情况。最近在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特别的调查小组公开宣称，这个疫情呢是噪音于中国在去年刻意的隐匿所以导致全球都沦陷了。那目前全球全世界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9600万了。死亡的人数也突破了200万人那加上非洲这种人数统计很不精确的，以及中国的那种刻意隐匿的情况，其实确诊人数早就超过1亿了哈。那全球总人数大概78亿多，这样1比78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哈。这样的灾难的确可以称之为世纪大灾难，一点都不为过了哈。那各国都期待在今年能够透过这个施打的疫苗，能够带来一丝的希望。面对疫情，其实有一些事情可以做，比如说自我防护的工作那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多消毒啦、减少出入这个公共场所啦。最近因为台湾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的活动都已经取消了这是好事。那透过注射疫苗但是呢，疫苗的涵盖率必须达到70%以上，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这种效果。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说，打的疫苗不是万灵丹，打的疫苗还是有可能染病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啦那另外一个呢，基督徒还多了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靠着上帝的保守，上帝所赐的平安。我们都知道撒旦有他的计划如同前一阵子台湾有一个这个不良的商人，他进口了中国的工业用的口罩，伪装成台湾的医疗口罩进入这个台湾的市场，然后大赚其钱。然后现在我们也知道有那个疫苗是没有通过3期的人体试验疫苗，就卖到南美、卖到非洲，产生了很多的副作用等等的。那也有那种专责检验的医疗包商公司，在没有检验完就对外宣称全部都是阴性。这种昧着良心大赚其钱的，导致许多的疫情是无法控制，甚至更糟糕这样的情形其实很像启示录18章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说的这种末后的景象。撒旦透过这样的一个趁乱打劫，制造混乱，然后最后呢，我们真的是只有依靠上帝，上帝才是我们的依靠了，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不会趁乱来打劫上帝是我们最后的盼望，也是唯一的盼望，是我们唯一的平安的来源。
现代的基督徒，面对困境，有许多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困难呐、而且要面对现在是没有礼拜堂的教会，比如说我只能做网络的礼拜这样的情形，还有个人要面对这个可能染疫的这种威胁的生活。那我们这几天在看到的是台湾的新闻，这是卫福部的部立桃园医院医护人员染疫的事情。许多人都问说：“哎呦，医生自己也会染疫哦？”对不起，医生也是人哈，而且他们医护人员是真正被包围在病菌当中，在第一线当中，是在最危险的环境当中，他们是最需要支持的一群人啊。其实话说回来，没有人希望自己染疫嘛哈。如果我们染疫了或是生病了，我们还是需要医护人员的帮忙跟协助啊，不是吗？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医护人员也是人哈，他们也是一样面对危险跟困境，甚至更严重哈。他们跟我们一样需要平安，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口水，是彼此的支持，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带导，因为我们都是在困境当中。因为我们都需要从上帝来的平安，愿主的平安与我们所有的人同在。